你。食指伸直指向谈话对象。手语笔法，你好。中文意思，你好。手语笔法，你，聋人，抬眉。中文意思，你是聋人吗？我。食指伸直指向胸口。手语笔法，我，手语，不会。中文意思，我不会手语。手语笔法，我，聋人。中文意思，我是聋人。我。食指伸直指向鼻尖。手语笔法，我，手语，会，一半。中文意思，我会一点手语。手语笔法，我，聋人，不是。中文意思，我不是聋人。他。食指伸直指向谈话对象以外方向。手语笔法，他，手语，不会。中文意思，他不会手语。手语笔法，他，听人。中文意思，他是听人。